手机语音助理，来 OK Google， 请开启YouTube 影片，高中数学免费线上学习网。这样很快就看到了。手机语音助理效率很高，发音要越标准越好，口齿越清晰越好，效率越高。还有很多了，按这个下去就还有很多了。用 OK Google 语音助理来快速进入这个频道来学习。